对即阵开始，民众会当伫超市一寡所在买到快筛试剂，大部分的民众会当按照说明书来完成快筛。不过快筛出了后，若准出现阳性的，就要把这个棉仔机包伫塑胶袋内面，做回早期采检站。 即阵开始，居家快筛试剂伫超商、药妆店等等通路买得到。虽然讲按照说明书的指引，民众应该会使完成自我体检，不过体检了后，医疗器材是要安怎处理？应该就跟口罩一样吧，就是把它包好，然后打包起来。打包起来直接丢垃圾桶吗？还是？对啊。阴性的话，应该通常都会直接丢弃；那阳性的话，找东西包起来、收起来这样子。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，快筛结果若是阴性，确实会使伫包好势了后直接单调；若是快筛结果是阳性，就要有其他的处理方法。如果你是属于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者啊，那就是请立即跟当地的卫生局联系，还有或是拨1922依指示方式来处理。采检的器材必须要用塑胶袋密封包好。 那一并带至这个社区采检院所，交给院所人员哦。非居家隔离且非居家检疫者哦，那就请进入到这个邻近的社区采检院所进一步的一个检验。指挥中心补充，就算快筛的结果是阴性，民众嘛应该要做自我健康的监测。另外，民众若是无确定买到的试剂是毋是有经过核准，爱先确认包装敢有防疫专案核准字号，嘛会使到是有所的网站来查询。记者郭碧君、陈柏文台北报道。